濕氣重、肚腩大，忌好一杯茶。你係唔係食得唔多，但係咧肚腩又大，好難減肥，仲容易腹脹水腫、面油、頭髮油，經常咧大便唔成形、黐馬桶。呢類朋友咧大概率咧都係脾虛濕重啊，導致嘅一啲虛肥。其實啊，去濕個關鍵就係升陽。如果你脾陽不足咧，呢啲水濕咧就代謝困難啦，就容易堆積喺腹部咧，形成一個頑固嘅脂肪。而脾陽虛咧，往往係腎陽不足同埋溫順唔夠導致嘅，所以咧仲會伴隨一啲夜尿多啦、腰膝酸軟啦、氣短乏力啦、精神不振嘅呢啲情況。咁調理上咧，不但止係要健脾，仲要補腎。如果辨證之後咧，大家咧不妨可以參考呢個 OTC 嘅中成藥容杞補腎健脾茶。咁入邊咧就含有人參咧就健脾生津，鹿茸咧就溫陽補腎，枸杞咧就滋補肝腎，搭配埋一齊咧就可以補腎助陽、益氣健脾，用滾水咧沖泡就可以飲啦。大家記低未呢？